再睇下北美汽車行業資訊，現代汽車多款車型喺 J.D. Power 新車品質評測榮獲分類榜首，多款轎車、皮卡車同埋小型休旅車均名列前茅。北美現代汽車喺 J.D. Power 2026年美國新車質量調查中表現亮眼，旗下 Santa Cruz、Sonata 同 Venue 三款車型分別喺各自類別中榮獲榜首。其中 Santa Cruz 連續第3年榮獲中型皮卡車榜首 ，Kona 同埋 Elantra 分別喺小型休旅車同埋小型轎車類別中位列第2名。嗰個調查以車主購車90日內每100台車故障數量作為評判標準，數值越低代表車輛品質越好。今年行業整體新車質量較舊年明顯提升。2026現代 Santa Cruz 兼顧皮卡車嘅實用性同休旅車般嘅舒適性，連續3年奪冠，體現咗其綜合品質嘅持續領先。2026現代 Venue 作為小型休旅車，以緊湊高效嘅車身、直觀嘅功能同埋便利嘅科技配置，滿足城市出行需求。2026現代 Sonata 則憑藉現代設計、先進安全科技以及高效動力系統，喺中型轎車領域持續領跑。此外，2026現代 Elantra 作為小型轎車，兼具高效能、先進科技同精良設計，進一步強化現代汽車提供嘅良好新車品質。2026現代 Kona 兼具先進嘅安全與連結功能、操控性以及日常實用性，喺新車品質同客戶滿意度上表現出色。天下衛視記者編輯報道。